阿水有冇收到？收到，長官請指示。今日接到個特殊任務，在三寶旁邊研究位大老闆收埋喺118平方4房2廳2衛，非常之隱蔽，請注意收查。收到，長官好 ，OK， 我依家入嚟啦。歐啊，長官有冇收到？收到。請問望到乜嘢啊？見到一個好大嘅大廳，嚟 ，OK， 過嚟。呢個係大橫廳朝南嘅，窗簾後面有一個米5嘅黑色衫，紅個藍色嗰個紅底褲，係唔係 ？OK， 唔係 ，OK， 嚟，跟住我鏡頭，過嚟呢度，睇呢度，你又睇呢度，好，呢個係妖字型嘅廚房啊，仲送埋一個小陽台嘅，好，跟住我鏡頭，嚟 ，OK， 呢度係一個乾濕分離嘅衛生間。過埋嚟啦！嗱，長到一排嘅衣帽間，暫時冇見到。嗱，呢個係其中一個小房間，暫時冇見到。大老闆，好，見到鏡頭。入嚟呢度有一個四房間，都冇見到人質。好，見到鏡頭，嚟 ，OK， 過嚟。嗱，呢度乾濕分離衛生間、主人房套間，冇見到。哇，全部落地玻璃窗，大主人房。望上去小人樓，冇見到。OK， 過嚟。好，見到。喺衣帽間呢度。有冇跟大肥仔？係咪？啱。我哋記。